长辈他们可以来这边，然后享用这边的环境设备。那在这边，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不同的活动给他们，其实都还蛮包容的。而且说实在，长辈能够做出这样的服务，跟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大家都还蛮感动的。他们觉得看到的东西跟喝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喜悦的。我这大家做伙啊，那欢欢喜喜啦。这边服务也蛮好的，是有设备也蛮齐全，是然后又有带一些活动，是所以我觉得对家里长辈来说，就是还蛮不错。他们可能就没地方跑的话，也算蛮舒压的吧。这边有那个运动器材，有按摩的。在这边的运动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场所真的非常棒，可以让我爸爸可以认识得到很多的人，才不会然后无聊对，还会无聊。下午也可以来这边做一个社区里民的交流，这个点我们真的很喜欢啊，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经营下去。他们很享受在这里的活动，是交个朋友也好啦，做运动也好，你看他们这样子，大家彼此聊天还蛮和乐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长期照护在高龄化的社会越来越重要，为减轻家属的照顾负担，政府也设立许多机构或是据点来照顾长辈们。不过，在白河有一个特别的咖啡馆，这里的服务人员是一群失智的长者，在这里你还可以喝到惊喜咖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来听听社会局照管中心洪主任怎么说吧。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照管中心主任洪明婷。白河照咖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哈，那边主要是服务我们社区可能有一些失智症的长辈，那我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有一个跟社会大众接触的机会。那虽然他可能在点餐的时候常常忘记你们点过什么，那请如果你们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点体谅，让他们愿意更接触人群。那这个地方蛮特别，是我们是非常欢迎失智症的长辈跟家属一起到这个地方，因为照顾失智症的是一个蛮大的压力。那通常对于失智症社区的认知也不是很高，那有这样的一个照咖，其实对家庭照顾者来说，它会一个很友善的空间。目前台南市大概有2个照咖哈，那这个照咖用意其实就是整合一些多元的长照资源。那在这边除了是有一些照顾服务措施之外，那它最重要，其实它有一些长照的专业人力提供相关的长照资讯，市民朋友都可以到这2个地方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也可以跟他们这些长辈多一点互动，让他们多一点的社会参与的机会。谢谢。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6月22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总质询。上午总质询轮到自由发言，议员郭清华会长针对城西焚化炉要起新的路啊，伊表示毋是坚决反对，只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当地民众赞成，伊拢无意见。不过现在的市府无做环评，嘛无公听会，所以会长愈讲愈激动。强调议员无做拢无要紧，会以政治的性命站出来做动。议员郭清华引述总质询有关城西焚化炉第20档到期特别停止运作议案，不过因为现在台南市粪扫量伫城西遮原一天的设计量900吨已经无够，环保局拍算个起新呢。对此议员相当不满，认为市府竟然主张毋免经过环境影响评估，而且到今无公听会甲地方沟通。伊表示未来到底是倒一个厂商施作标准如何？强调焚化炉对地方影响20几档的农渔产，加上个靠近台江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区。如果市府个一意孤行，无做环评，伊议员无做无要紧，就是赔偿政治性命，嘛要徛出来动。恁地方的说明会，恁也无甲我开互地方做，开互地方同意。我讲啦，恁若落去做，我若无甲恁输赢一个透底，我讲啦吼，我议员就无做啊。啊，我讲啦吼，毋是我爱伫遮讲话大声，我讲啦吼，世界各国拢相像，
我讲啊，各国都咧研发军火，各国都咧饲军人。有当时啊，政治是上尾手，就是爱有靠山啦，就是爱有力量啦。我讲啊，地方选我出来做议员，我讲啦吼，我若会当文啊讲，会当去达成迄个目的，我嘛会当去文啊讲的。但是啦吼，若有需要用我的政治生命去替地方做代志的时阵，我讲我有哪会徛出来，我有哪会徛出来吼。啊，我伫议事厅讲。大家会当去甲考验看卖啊。会中市长黄伟哲自头到尾徛在听议员质询，不过因为自由发言时间只有10分钟，无机会做说明。对此，环保局事后嘛无加做回应，只表示充分尊重议员发言，嘛表示一定会甲当地居民充分沟通。台南新闻管制张硕维采访报道。现在天气实在热甲冻袂调，嘛，互各中小到要装冷气议题再储备关心。会中议员陈培雅希望如果13亿的增设费用爱分年变列，对此市长甲教育局拢强调，朝向使用者付费方向来评估，尽速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尊重各校甲家长会态度。议员陈培雅表示，针对各中小全面增设冷气议案，伊2当前的提案人数，不过现在其他5都拢已经有相关具体计划，甚至执行，都咱台南拢无。上午伫自由发言再主替学生发声，强调现在天气热甲执行，对学生学习环境有真大影响。除了要求如果13亿的经费用达当便利预算方式来装，嘛强烈要求市长表态到底到要安装。对此，市长表示一定会加速规划脚步，要装嘛是全面来安装。同时，局长明确表示会朝向使用者付费，预计1个月内完成可行性评估。这前面的专设冷气是迫切性的吗？还是讲你敢若咧评估，阁无确认？你感觉伊应该是爱增无？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以台南市的财政来讲，它的迫切性应该是排在后面。是因为经济的，因为的那个就是排在后面。其实孩子的教育呢，它更优先的那个投入来讲，应该有比能装冷气更应该优先的部分。你的见解是这样子？是具体的方案提出来。具体的方案，可是一个学校不能一排教室，只有 A、B、C 有装 ，D、E、F 没有装，这样的话，其他就有相对剥夺感，所以要装就全面同一排教室，或同一个学校的同一排教室，或同一个楼层都装。根据教育现阶段以使用者付费方向来评估，如果家长一学期会有1000块以内负担，所以拢需要甲学校、甲家长会进一步讨论，尊重学校增设冷气意愿。伫财政有限的状况，教育经费方面并无法度将全面增设冷气的13亿纳入分配，认为并不是上届迫切需求。台新闻管制张硕维采访报道。议员陈培雅讲，冷气就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确实天气一热，相信真侪人就想要耍水。议员李启伟上午嘛表示，过去伫安平4群新的海水浴场，拢是大家美好的回忆，所以要求市府检讨没落的原因，进一步再做风化。议员李启伟表示，但虽然有侪明显古迹，不过海洋资源却无被充分利用。伊强调，现在天气正热，海水浴场应该是当吸引人的景点。过去安平、四群新甲马山沟拢是带人的记忆，包括南区黄金开花嘛真可惜，全部拢经没落。所以要求市府再做海水浴场风化，互观光产业加倍发展。过去这海水浴场较有名的安平、喜球啊，还有这海水浴场，吼。不过即摆吼就是有那都这个海水浴场也都没有了，吼也都没落了，吼。像这讲这个再现海水浴场，再造台南的风华，像启动这我认为这个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一个规划，这个海水浴场。安全上，它的整个的潮的那个海流的状况，以前嘛很多的沙况，你像黄金海岸沙子一直流失嘛，现在有没有办法，我们用人工的方式来补充在四昆山，四昆山那边的海滩的状况如何？另外刚刚提到，其实月牙湾那边的海滩，其实我们也是积极在思考说怎么样来做一个
有意观光的方向规划。另外，有关7月10号开始，伫安平水景公园将海岸蚵凯夏日嘉年华，互大家拢相当期待。到时包括演唱会等一系列精彩活动。会中议员嘛建议文化局邀请当地优秀的音乐工作者甲艺术团体来表演。对此，文化局长认为有这个舞台，感谢议员提醒，伊会尽力促成地方艺术家甲音乐团体的参与。台南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市路易赛主会庆祝受证34周年甲新古林会长交接，19号暗时举行，由会长陈英定主持，包括国际赛主会300台湾会总监以及国友会会长甲赛友拢到场出席，场面相当热烈。成立满14周年的台南市路易赛主会，伫个2019到2020年，会长陈英定的带领，不但会务从良。而且林内会员嘛成长袂少。19号暗时举办受证14周年的纪念，以及新古林会长的交接典礼。会长包括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的总监张秀华，以及国友会会长赛友共同出席，场面热烈。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辅导会、安南会狮子会的支持，也要感谢。本会自成立到现在，一直为本会喝尽心力的导师陈秀妮导师，以及我们前会长们，也要感谢你们十几年来的对如意的付出，还有本年度的柯树梅主席对本会的全力支持，让我们有机会在如意的学习与成长。还有我们如意会的狮子会的全体的狮友，因为有你们的对本会的全力支持，才能让如意会顺利过关，让我们向你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谢意。今年呢，我们的陈会长，我想大家知道，咱陈会长看得怎样，是一个古意人，但是伊实实在在做代志。今年呢，除了配合咱低湾区。总监年度来5大志愿工作目标以外呢，全力配合，尤其更难能可贵，在他任内会员成长有9位，谢谢陈会长，因为您的努力付出，让我们如意狮子会增添了9位的新狮友来服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区。会长除了致敬受证的纪念牌，同时还阁颁证国际总会、国际基金捐款的纪念奖牌，并且进行新古林会长的交接，由陈英定交接予2020到2021年的新任会长倪全成来接任，由总监负责监稿，并且开挂彩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每当5日节进前，安平区公所拢会号召善心企业加爱心人士做伙白粽来关怀弱势家庭。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活动来改变方式，而且要现成的粽由李干事分散到区内1000多户弱势家庭，嘛要互因同款感受满满的温情。安平区公所每一年拢会伫5日节进前举办万众一心的活动，邀请区内的善心人士甲爱心企业。共同包粽送予弱势家庭。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改先买做好的粽来送。22号举办活动记者会，
副市长柯有典甲侪位的议员拢亲自出席，除了肯定安平区公所的努力，也希望会使有更较侪单位共同来响应。会长、区长也予以颁发感谢状，感谢志工甲企业的支持。这个活动从91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办了第19年，很感谢我们所有的行善团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然后尤其是今年疫情特别严峻，大家还是持续的来做一个办理。那今年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年是买现成的蚂蚱，然后就还是一样是由我们的李干事，他是我们的温馨小天使哈，他是扮演着黑猫宅急便的功能哈，就送到我们需要的每一个家户里面。今年为了感谢善心企业甲爱心人士的支持，区公所也准备了特别的马克杯来向因表达感谢。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小礼物送给我们的行善团，这是由我亲自去做一个编辑的一个变色的一个杯子，那上面就是他们行善团一直以来他对于我们的赞助的一个相片啊，让他们来做一个纪念，然后还有一个建师的一个杯盖，希望可以让他们做纪念，让他们知道说，由于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这边的民众都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温暖。现场区公所也特别邀请当地的志工妈妈，准备了安平地区5日节的传统美食煎锤。希望参与活动的贵宾拢会使做伙回忆这个由郑成功传落来的美食。同时，活动结束后，这个站就由着李干事骑着乌托摆送到民众的手中。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迎接5月5号5日节，为了鼓励民众重视民俗节庆，文南里办公处20号提前举办社区庆祝活动，同时要请猎人师傅免费替大家服务。现场也有挂唱到天高这个皇帝宣导，去未少里民到场参加。由文安里办公处主办，结合社区发展协会、甲关怀据点共同举办的端午节社区庆祝活动，20号上午伫个文安里活动中心来举行，去民未少的里民甲长辈到场参加。现场包括议员蔡淑惠以及林美燕甲周丽萍的助理，拢到场出席，场面热烈。文南里呢，每一年在这个端午节前夕呢，都有办里民呢，伫遮来做迄个联谊啦吼，食肉粽，食西瓜，食旺来，今仔日呢有咱好时光乐团，个台南市按摩协会呢来遮做协助，文南里呢里面呢。大家足欢喜呢，因为每一年呢，拢一只大家来做伙人哦。因为即马天气热呢，登革热防治呢，就拢拜托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登革热。咱长照2.0，文南里呢拜3拜5拢做共餐，所以呢，就邀请其他的白里的哦，我来参加。是讲简单讲迄个粽食食的，也是西瓜食食的，也是很爽。你看咱里长。遮尔澎湃，遮尔好，连咱讲高水准的种乐团来甲咱共同来庆祝着咱即个端午节，而且后壁阁有咱的长辈，阁有大家吼，平常时研究甲算命，小规模甲你申请一个吼，为24年过户的种4张暗码，所以等下大家咱去安尼送一个吼，借着今仔日即个活动小会先祝福着咱所有咱本地的理亲。伫个后疫情阶段，为了鼓励民众行出户外，配合防疫，现场也是有量体温加酒精的消毒。另外热天来到，现场同时嘛有做天高日的皇帝宣导，加上猎人业职业工会免费的猎人，甲现场好时光乐团的演唱表演。中岛主办单位阁准备每一个人2粒的肉粽品尝。互所有的参与者提前来过端午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但市政府伫今年初甲主席基金会共同签订合作计划以后，20号下晡环保局嘛甲主席签署合作，具体提出5项推广的议题，包括环境教育、甲资源回收等等，成为全台第一个甲主席签署合作的地方环保局。台南市环保局20号下午甲主席基金会共同召开环保合作的记者会。合作的内容包括共同推广环境的教育、推广减废日、主席环保站纳入回收的地图网，
以及回收对岸等5大项目。伫个市长黄伟体的见证下，由环保局长谢世杰加主席慈善基金会副执行长熊世明共同签署合作书。携手慈济做回收，享乐地球乐悠悠。合作愉快，掌声鼓励！谢谢所有的与会嘉宾。资源回收对地球友善是慈济的4大志业之一第二个也是我们身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应该做的。台南市目前为止的民生资源回收率53%，占全国第3名，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再突破，希望能够再精进。那所以说呢，我们选择慈济作为最好的工作伙伴，因为慈济师兄师姐他们过去不管在防疫工作上，不管是在这个济贫扶弱的工作上，不管是在做资源回收的工作上，对地球友善的工作上成绩斐然，那值得我们成为很多公部门以及许多公务员他们效法的对象。那台南市政府过去当然全国20几个县市我们夺得第3，但是我们的野心还不止如此，我们希望成为全国第1。所以增加回收量，减少垃圾，是我们共同市政府跟慈济共同的目标。1月初的时候签了一个跟共善的这个合约，也就是我们的同意书，然后我们有共知，那现在我们要共事共行的。那这次共行有环保开始，五管齐下，希望能够从这个生活中各方面能够来推动。那刚刚市长也提到说，这是一个很好跟慈济结合，整个提升整个市民环保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能够让这个环保，让这个台南市整个地球更美好。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现场市长嘛颁奖台南资深回收站的认证牌，和主席台南6个环保教育站。感谢主席愿意共同合作。另外，端午节嘛要来到，市府借着活动，为了让绿色资源回收各地府会用个好好过节。甲环保署合作，净送白米予362位绿色资源的回收户，每户6公斤的白米，加包装的零钱包，予资源回收用个扩展更较侪民众来受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热风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9两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6月22号的中嘉淡定新闻，咱再会。